啊，这个空气的部分哦，咱上顶咱人个饮食吼，迄是讲伊有这个感染的吼，咱会当互咱知影讲伊个空气个空间的。啊，若无迄个感染若甲会感冒若无生迄个感染的作用吼，啊就表现袂出迄个空间啦吼。避免迄个小的空间甲即个大自然的空间合作一体啊。即大自然的空间啊，上顶咱老母鸟哦，啊，即每一个间仔内底即个空气的部分，啊，像咱每一个人的零食，哦，啊，等到即个间仔破，甲用啊破的还是搁再坐，啊，即个空气的部分就惊咱即个大自然的空间的吼合作一体，安尼知影吼？哦，咱人的零食甲老母鸟迄个，哦，迄个经营就了像安尼啦，哦。安尼敢有了解啊？哦，你要想看下吼，哦，所以吼，这个有机会就你要临摹一寡啦吼。即摆来讲着爱食素食啦吼，咱先不把咱抗咱讲爱食这个素食啦，迄拢先不拿安尼注意甲咱交代，哦。哦，看吼，安尼诚尊重国民精神大家吼，哦，佫有咧做读经班的吼，所以吼，我想讲，咱先来学习啦吼，咱来念即个经文，看下啊念念的讲，互我向国民精神大家学习啦，哦，有一寡精神内底吼，可能气的较无通啊，迄经哦，爱困啊来。来，咱来做运动的啦！来，各位做运动啊！来，请咱哦，镜头客开，这毋是5斤鸡哦，这毋是10斤鸡哦。来，即摆要放到头壳顶安尼，啊，毋通讲啊，当甲大细脚毛，啊，聊聊，哒的哦，聊哒，这种足济血路循环的，这足济个神经细胞呢。咱人的大脑有1.4万的细胞，1.4万的细胞，哦，这样济个细胞。好啦吼，即摆来溜耳仔筋啊，溜耳仔筋啊，溜安尼吼，足有福报的啦，然后做迄耳仔，哦，动动个耳仔，哦，耳仔筋动动哦，啊，互做插鼻个耳仔，即溜袂使。啊，无啥福报啦，哦，人也袂较福报吼，年岁哦，活长听，你啊机会讲就较要爱困，啊，若真正较忝哦，客一位好啦，另外一位把它放掉咧，啊，即马交换啦吼，这位差不多啦吼，即马咱搁换这位休息啦，啊，若真正较忝哦，后摆要出来用迄个杆仔滴过水啦，啊，放到伊边啊。哦，啊，感觉足忝啊！吼，咱上目睭哦，足疲劳啊。啊，即马甲下摆吼，倒我倒手里安尼，较平缓缓的，吼。即互我若开车开到强咧拄久吼，爱赶紧哦，迄水安尼赶紧倒咧手底安尼甲面安洗抹抹，啊，毋过倒差不多冻半个钟。好，开灯到厝里吼，倒还袂开到门这边。啊，就以后就用啊倒起吼，哇，足爽快，啊，就带爽快到几点钟的，吼，可见吼，这有当时啊，大家疲劳就是安怎咧？就讲阴暗有关啦，哦，偏偏咱昨阴暗变到吼透早2、3点，哦，啊，咱人吼讲神啊，足就袂想要爱困，啊，若神无足，就会爱困。神啊，哦，精神的神啊，啊若用啥物方法来当养神？哦，看用啥物方法来当养神啊？神若少，就袂想要爱困，啊是要用啥物方法来当养神？要用啥物方法？用手还是用脚？还是要用背呀？用啥？目睭来当用哪会用？爱客哪会用？
哦，是安怎大家咧讲？然后咧有句话讲哦，有倒有要传这个道身份哦，来听摄尊者哦，讲着我欲正法甘助，哦，念传妙心，实相无相，不离文字，教我别传。哦，讲着这个神。 人之神，总无伫底啊！人个神到底是差伫底了？是安怎名师指点，大家记伫底啊？名师指点啊！拍为咱人性出这面哦。啊，另外一个有个所在哦，你若甲出去照镜，拢内底有看着哦。人之神，总无天之神，差伫底。 人的神藏伫即个两尾目睭，哦，左阴右摇，听无？天地间的神藏伫咧天之神总无咧，天之神总无即，人之神总无北，安尼，好，哈哈。 但个人爱困哦，反正啊，可能伤疲劳啦吼，当时啊，可能爱食饱，叫做赶补回来，叫做赶补回吼。即摆要来点啊呢？咱国语这个内底吼，甲互学甲大吼，看即个正港的台语的优势安怎念啦吼。哦，咱做伙来念讲啦吼，可能爱摆成书咯，摆较济吼。即摆咱要请伊来。 哦，请咱的组长哦来帮忙啦。哦。伊咧答的时阵吼，我想讲人咧专家研究即个数式的语言哦。有即个录音带，要互大家听看卖哦。咱甲听看大家声音真好听，听看敢会较袂倒久的啊。 你来听哦。哦。我今仔日要来演讲数学的利益这个题目，有两个因缘。第一，看到贵城数学团参加人真多，真正遗憾。要互已经参加数学的人，唔免考虑到有影响，也未参加数学的同学。 赶紧来参加，所以要来讲这个题目。第二，我因为看到恁伫学生时代就会当自在念佛，感觉家己少年的时阵也种情人，偏偏爱食鱼食肉，所以后来也变厌倦活动倒脚，到个时阵后悔已经上班。我要互已经食素食的同学会更较分辨，还未来食素食的同学。 知影会通更较警惕，所以要来讲这个题目。数学的利益是真多，但是伫这短短几小时演讲，实在是无法度一项一项来讲无清楚。我今日为着演讲方便，特别要将数学甲马式的厉害提出6项，来互诸位同学来做参考。 黄豆、土豆、枸杞甲海蜇等，有影响各无毒素。这款食物会互胃保持健性，就是胃会清。伫医学上，号做是健性食物。肉类食品若食了，会互胃变成做酸性，胃会较弱，所以肉类号做是酸性的食物。 素食的人胃较清，循环较紧，人的身体会较清爽，精力充足，搁有耐力，头脑真正敏捷，而且会长岁寿。亲像有教父前唐朝的潮州下寿，伊食到150年。
现代高精鱼文老白寿，食到120日，就是当今大同市林边南老医师，遮侪年食菜，食到90度的时阵，也阁是耳孔进来，目睭一入，这就是素食健康、长退休的现实证明。故是像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冠军吴林老师，伊的速度真惊人，持久佫有力，是上届出名运动家，伊也是一个素食者。根据法国著名科学家建立的报告，伊发现讲食肉是一种食物的慢性中毒，因为肉类食品的来源拢是猪、羊、鸡、鸭这类动物的肉。而动物伫情绪紧张的时阵，也是咧受气，也是恐怖的时阵，伊身体内底会产生一种毒素分泌物，真紧的传遍规身躯的肺管甲胰脏内底。这种毒质的分泌物，经常拢会借着肉体新陈代谢作用排泄出体外，或者是借着大小便会流出身体外口。若是讲这个众生一个恐怖，也是一个混乱的时阵，互人害死，伊身体器官会停止活动，这种毒质的分泌物无排泄出去，就会留在伫个肉内底。若是讲食这种肉类，就会食到这个毒素。所以讲食肉就是进入慢性中毒。当有人做这个试验，动物伫咧愤怒也是恐怖的时阵，伊身体内部产生的这种毒质分泌物，若是讲用玻璃管甲吸取出来，加1公分遐尔大的毒素，就会毒死一个人。但是这种毒素拄着青菜、鸡子汁拢会化解，所以讲煮肉时阵应该放一碗姜母、番仔姜，也是放一碗青菜、豆腐这款的素菜，将肉类毒质来化解。若是讲叫人煮一项肉，无放一碗姜母、蒜头，也是青菜，这个菜肉的毒质无化解，食了后是有害无益。若食一久，一定会中毒而死。我们本身看见有食肉慢性中毒死去的人，就是伫民国43年的时阵，嘉义戏边疗养院有一个病人是广东人。伊是伫大陆撤退时阵替军队来台湾，因为营养无够好，就去边。伊的阿兄伫香港咧做生意，伊初初来到台湾，拢无回信通讲，后来伊联络着，所以就写批甲因阿兄讲，伊着当兵，因阿兄就寄出大笔的钱来互伊，伊直接过来就有钱，所以是要食饱。要食啥物补较好咧？要食鸡，食鸡上补。大医生2天食1只鸡，食几落日有较好，搁再补1日食1只鸡，搁食几落日身体颠倒有较慢，搁再甲补1日食3只鸡，伊食目真正入面，伊惊鸡的营养会对胃内底流出去。所以用结讲，将鸡填在结讲内底，甲稀释，将鸡肉甲放落去一个热做这个滚的碟仔，放入水碟仔内底浸，然后加若啉鸡汤，安尼先1日啉3摆，啉较无规律，伊就一命呜呼。伊的这种死因发现时阵，感觉莫名其妙，后来一步步。研究素食的道理，证明就讲这个广东人因为是食肉慢性中毒症死。若讲情绪是安尼，人也同款。感谢各位今日大家注意啊，差不多注意了不些吼，咱咧听吼，可能咱加做了解啦吼，即摆来想讲来学一寡。鲜活啦吼，还是一寡高人啦吼，学者啦吼，因做诶诗句啦吼，这有见古嘛吼，毋是讲敢若咱世间人知影要爱食素食啦，鲜活嘛有指示着讲爱食素食吼。
好，咱即摆开始来学习啦吼。要来念即个经文吼，念即个诗句啦吼。现在准备哦，各位今日来宾啊，现在准备啊，这里面开咱的金口哦，做伙来学习啦吼。因为迄一寡台语的音吼，无一定念得正确的吼，所以咱做伙来学习，安尼好吼。哦，安尼感谢主义，安尼嘛是有功德的吼，教导和学啦吼。来，那加盟这开始来读个字，叫做口渴摄影早点来，口渴摄影早点来吼。这讲看会清楚啊，咱做起啦。安尼目睭啊，都偏的啦，食素食来讲哦。眼眠啦，耳孔来啦，安尼表示咱头脑要听好咧，袂歹，食素食的吼，好消化，好吸收嘛吼，安尼较无病毒流入体内嘛吼，胃啊、心啊、体质啊较健全，就是较健康咧吼。安尼目睭啦、耳孔啦、鼻啊、喙啦，骹手啦，了骹行手柄嘛，较健康吼。你若回去。因身体检查吼，拢大部分拢正常的较济啦，互较看安尼散散，去检查拢大部分拢正常的，所以讲毋通讲看无点。咱即摆要来学习嘛吼，请准备做伙来发啦吼，口渴世人早食知，人生无成一处来，人生确实当高了，用心一心。是可爱吼，了有讲着哦，咱观世菩萨就是人太高啦，歹势啊，听写对哦。咱逐个拢智慧拢诚好拢知的啦，人太高迄身边咧启示的吼，所以嘛讲，话拢世间人拢唔听啦吼，所以讲做苦劝苦劝世人早食知。人生无成像咱动物咧吼，嘛是要成的吼，一厝来吼。动物就是讲，因为做人的时阵犯着即个五败，犯着迄个杀盗淫等等啦吼。为着天啊吼，所以出世做动物咧，较只偏向天，较只偏向天就叫做背天了吼。所以变成讲来做安尼受苦啦吼。人生袂是去厝来吼，拢共款老母生咯，老母娘生咯人心确实当包肉啦，真正迄人心吼，你甲抬要来食将心比心是可爱。动物嘛是有伊个家庭的吼，咱家己咧谈，即摆变成伊个家庭好嗨啊！动物吼，有诶我做爱心的吼，人讲我若动物食迄囝吼，我讲照顾拢会食人吼，是咱若会好无要食好囝吼，人迄嘛是有伊好爱啦吼，所以拢共款拢有迄个性灵性的部分啦吼。安尼讲会使讲吼，观世菩萨安尼吼，辛辛苦苦操心啊。咱当然爱听吼，辛苦的话啦吼，即讲话我食，较早食素食青菜白吼。有够讲的吼，毋是干那食素食，还佫配合迄五戒啊，无杀生、偷盗、邪淫，无妄语、无饮，只有无甲食较酒醉安尼啦吼，等等啦吼。来，即摆咱佫来学习即句啊，换分勤放心吼，将九得养心，若发菩提心，大难天书求吼。这是咱弥勒祖师哦，有够讲弥勒菩萨吼。咱就叫话讲弥勒保护咯，讲话做主事啦，因为吼，主就是使人快乐咧，咱来感谢来祖师慈悲吼，所以咱即摆心推因为啦吼，这样好的环境吼，有冷气啊要吹或者好的设备啦吼，咱感谢真人大吉啦吼，咱感谢弥勒祖师啦，使咱的福报啦吼，你讲做主事，主使人快乐啦，边个消除人的痛苦啦，弥勒。菩萨吼，伊是生生世世拢无咧食众生的嘛吼，即个吼，你嘛拢有故事啦吼，是故时间较无够吼，咱最注重的就是遮啦。
咱有个人咧讲做放心话，变成讲放放伊即摆新的环境袂适应吼，会死咧。啊，为了怎批评咧讲叫做放心，啊，其实若要放心，有人生气啊，做袂讲哦，头家啊，头家娘啊，我吼无日后要放心啊，你赶紧去甲我找足地只动物仔来，互我放心。哦，安尼会变做就是讲哦，你去行足个动物啦，哦，安尼变成足个动物的争执心，哦，在用啦，你袂使安尼啊，吼。放心就是讲哦，现条有诶吼，爱甲赶紧随迄个缘吼，啊甲放互伊得个钱嘛吼。咱若就讲，就讲哦，咱念经嘛无法度做会到哦，咱爱念了做保健如来，保健如来，保健如来。吼，啊，看迄动物仔咧用抬哦，咱嘛想讲有当时啊，无法度人干涉人咧抬啊吼。啊，咱会使念咱保贤如来，保贤如来，保贤如来，咱可能捌听过吼，有诶可能捌听过啦吼。保记甲记迄个音吼，做好记迄个记啦吼。啊，保贤甲记迄个啥，圣人迄个圣的音啦吼，保培保迄个音啦吼。啊，看迄动物仔受灾殃啦吼，啊是叫人赶的，还是叫人抬的，还是哪出问题、出事故、惨死的吼，拢甲念。保健如来，保健如来，保健如来，还是甲念保贤如来，保贤如来，保贤如来，吼。咱上了咧甲皈依咧，咱上了咧超度咧，吼。人咧佛教咧做功夫，佮念咧做往生咒咧，吼。哦，所以咱若做会到，咱惊哦，众生结一个善缘啊。人咧为外主比的呢，看迄动物仔去用高时，拢为搁去捡咧，捡出来咧。哦，啊为做较无够，咱捡去路边较。听你讲迄个吼，动物去用狗仔样过步安尼啦，你嘛拢是种爱心啦吼。不过咧捡迄个，咱足注意交通安全诶。有个人吼，我捡到叫车路，你足注意啊，好心是对啦吼，爱捡诶时阵爱注意就对啦。好，即摆咱啊看来讲嘛，真正爱放心，应该是食素食啦。哦，食素食咱是真正爱放心。咱自己来讲。这个会使用吗？准备啊，到谢谢啊。哦，咱今日大家准备啊哈。咱先拢哪有讲咧？咱先落班吼，注意甲听吼，注意听就遮讲。真正诶放心是食素食咯。食素食咱是真正诶放心诶吼，但是讲啊免叫啦吼，就交代人咧头家去掠我来互你放吼，啊放了有顺利就好，放了无好就变做害人咧动物去死去咧吼，荒郊野外，哦安尼就唔好啦吼。啊若了有咧有即种爱心吼，食素食啦吼，放心诶，会当得当会想诶吼，仁者心啦吼，仁者啦吼，仁者心当会心。你真正较有爱心的吼，啊会当退休的吼，啊会当发菩提心吼，啊先佛有主编咧，讲来发三种的心，讲有三种的心，就是讲有发心，搁有直心，搁有好心嘛吼。有讲着发心啊，发什么心？菩提心，菩提就是觉醒觉悟嘛，要成菩萨要成佛，拢爱有这个菩提觉醒觉悟。人地藏菩萨讲众生若无道真吼，是不成佛的吼。众生若地藏若无空无不成佛的吼。啊，众生道真，咱要证菩提的，证菩提的证得成佛的吼。咱会当发菩提心，敢若无容易了解菩提心吼。菩提心是爬一个悬的悬树，请讲为真个内底莲花吼是。花莲观花，花莲观的观花，讲有这莲花啦。请无菩提树，是第一个观的观树，花莲观，花莲。哦，这在佛教吼来讲，莲花代表啥？净土咧吼。我有就上讲伫咧莲花台顶啊吼，九品莲花，敢若听过九品莲花？话讲
讲心好就好啦吼。袂讲心好就好。啊，请问是第几品啊？是1品啊，是9品啊？啊是落到啥物程度？讲心好就好，大家嘛要讲吼。啊，毋是咱用讲的，爱做出来的吼。咱上天拢知影的吼。9品莲花这莲花啊，迄个果位啊，分9品的呢，对下到上上啊，对下到上上啊，迄9品的。若讲小可的好心，小可的功德，啊，着要往成迄上好的境界，迄无遐简单啊吼。咱阿弥陀经内底嘛讲，袂当用迄小善小福救啦吼，着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咧。毋是一寡善一寡福救，就会当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好，咱来当发菩提心，大咱天需求吼，咱上天落不了嘛，咱互咱弘扬化解无咱精神。后困难呢，真正讲，大家你无法度解过来啊，用三宝啦，三宝毋通袂晓用啦，三宝啊，等于讲咱所有的精神、气神、精气神拢在集中，产生足大的力量，啊，若分散就分力量，啊，若精气神拢甲集中来，就变做力量，你若像讲迄话，举一个探镜，下骹有一支做烦恼火机，即摆是头光安尼甲烧，即用迄光线、光线然后集中咧，即摆甲烧影烧对迄个做烦恼火头诶，烧久诶烦恼火会烧开咧，就是遐集中嘛集中咱诶精神啊。好，咱即摆来看，即个菩提心有诶安尼讲啦，讲做无烦恼诶智慧啊，无漏诶智慧叫做菩提心啊。无漏就是无烦恼啦，无漏的智慧啊，菩提心啦，无漏的智慧即摆过来讲到佛教就伊禅师禅咱拢说啊，做禅的，也释迦牟尼拢有关的，讲的千百年来往来家来，这边大家咱厝边啊，甲互我教一个万千四海遍南平，欲知世上多边界，但听多闻夜观声。敢若较白，敢若是读做声吼。咱即个台语的音就是东调的时阵要读的音啦，要读迄个东西东调的西咱用台语来读迄个音较会准咱依早的祖先是拢用台语咧讲话，是因为后来去互迄清朝的人迄个时阵中国大陆足北平的迄个对即个所在，即摆咱即个北京迄个部，即摆咱统治即个明朝的江山变清朝后来因讲的话变国语安尼，在即个因讲的话变国语以前咱的祖先讲的是拢台语所以即个师傅应该用台语来念较正常互我听人咧念是通念讲，千百年来往来经，万千四海现南平，欲知世上多边界，但听多闻夜观声。经声对音了有斗句若甲经甲声那想要斗句做参考啦这病这声声哪想要斗病声了斗句感觉无病声安尼声了有斗句无啊？遐感觉一下这是咧讲是安怎咱的世间拢有咧战争战乱啦。迄个原因就是拢食草咧食动物造成的啦。咱大家有迄个同感无啊？是毋是讲以前毋知影食素食的，是毋是拢
安尼吼，一世人要食，佫头堆规山啦，吼，你捌顾这无顾的啦，可怕。安尼讲是造成迄个动物吼会怨恨啦，啊，伊个怨恨是一个造成人会安尼压榨啊，袂爽快啊，拢生气啊，不定时咧炸弹爆炸啊，吼，啊造成世间的战争啊，吼。迄发动战争的人有野心嘛吼，有迄个残忍的心嘛吼，啊是安怎迄个人才会残忍？哦，伊细汉刚出世的时阵，敢有遐残忍？哦无咧，哦，迄后来我袂食乱食杂食，哦，食鱼食好咧，哦，食刺鱼食啥货，哦，迄就是讲我袂食杂食啦，食到变成迄个哦心哦愈来愈复杂啊，为吼变成啊足干杂足凶狠啊。所以造成讲有野心，有野心呢，容易造成讲有世间的战争。哦，咱了解啦吼。即摆咧看咧动物会拢用咧电咧排啦吼，可能较无像以早咧讲个啥物多门呀换星吼。即摆咱们注重卫生诶吼，迄袂使偷排诶，偷排都蛮歹诶。哦，哦，真正较歹食迄肉嘅迄回吼，拢是啥物有病啊吼，还是？死去啦吼，啊！即摆咱个颠倒啊，毋通我旁讲啊，我旁讲安尼来咧瞒骗人吼。世间人都知影讲拍好食，你家己考虑讲，迄可能是死去有病动物的肉啦吼。哦，是毋是安尼？迄为一款中药吼，伊迄其实是用生果尔，顶仔就甲你啊做好时间倒去看，哦，安尼咱才会买。哦，咱咧电视嘛捌看咧吼，看咧讲伊内容吼。出产的中医药材总有名的所在吼，咱安尼去研究，讲发现讲话金银花啥物话拢生果尔嘛，拢搁吼拍的啊话搁腻腻的啊搁咧卖啦，所以咱爱注意啊。咱捌听过无？毋捌吼，咱台湾想讲食中药较无副作用，上好是食素性的，咱想咧去那边破病嘛吼，啊毋免食药也是有解好嘛。大家是毋是认为讲人啊食到一定爱食药啊？大家是毋是安尼想啊？啊？可能大家拢安尼想吼。其实哦，咱若有迄个营养有够吼，啊，抵抗咱免疫力有够，安尼就会当使咱体内吼产生一种功用，将迄个病毒消除掉，啊，恢复健康安尼哦。人咧练法轮功的人无咧食药安尼，咱捌听过无？敢捌听过法轮功啊？毋捌听过法轮功哦？哦，迄代表咧信徒咧几个啊？啊，代表咧无拢有咧出来迄个法轮功的会员啊。咱台湾嘛，足济拢足好心咧讲咧传迄个法轮功。因迄个会员咧拢无咧食药的哦。哦，啊，咱是靠食素食，咱靠食素食，就等于吼保持清气嘛，啊，就较袂有毛病啊吼。好，即摆来讲这首，咱吼搁准备个啊，大部仔教咧吼。叫淋漓未足因，一般好命好痛愿难心，设身处地问心想，随庆将刀挂自身。哦，迄个讲面吼咧啊，歹啦，做啥物啊，鸡啊啦、鸭啦吼，迄动物内面啦，你若捌看迄人迄刣猪仔的动物咧吼，捌看迄刣到拢尾啊真老，哦可怜迄种串门啊，啥啥啊，煮的吼，迄嘛是拢有混料，嘛才会感觉好食。慢慢啊想想讲，伊咧爱食迄个物件，若无迄个素食料的迄个混料啦，吼，迄个一寡迄个做调味料啦，伊敢会爱食？若无迄个素食品的迄个混料，迄个调味料，伊敢会爱食迄物件？哦，所以可见是爱迄个迄个味啦，爱迄个味啦。所以吼，咱肉吼，甲换成素食的肉，哦，肉甲换成素食的肉，当咧试食，当咧会食，真正爱注重迄个味啦。哦，啊，较食久伊就较袂注重迄个味，较袂重迄个味，安尼。哦，这是爱大家注意啦吼。啊，若较济话就袂使食伤咸，吼，食伤干，哦，这嘛是拢爱注意吼。一般靠大原咱先就是讲咧，动物人排的时阵，伊嘛产生毒素咧吼。
动物了有睇阵嘛，听嘛是咧足怨恨的吼，啊伊无迄气力无法度人个反对啦吼，哎咱人讲袂使弱肉强食啦吼，袂使大欺小啦吼，咱若替迄动物仔想看啊，赞吼，愿意讲像咧开动物仔咧，咱对哪有拄的吼，还是对哪有咧挂灯去吼，去嘛吼。啥看啥唔甘愿安尼，除非是讲有迄个精神有毛病啦吼，啊，或是讲去互迄世间的痛苦激着啊，迄话上袂气歹安尼。哦，其实咧，若有自杀的吼，讲伊若会晓讲拍电话求吼，差不多拢袂自杀哦，差离安尼啦。咱道中拢是讲吼，有咧修行就较有智慧，吼，啊咧待咱啦吼。讲若啥物大困难啊，上天会慈悲哦，啊，可能有智慧啦，有智慧就上歹会开啊，哦，较袂做毋对啦吼。讲到即个素性哦，这诗句是足多啦吼，啊，互较想讲吼，互咱吼组长吼，去搭歌啦吼，搭歌咱加管来听歌吼。即摆吼，我要讲一寡故事吼，组长咧搭的时阵吼，咱来听一寡故事哈。即摆出题目无？看到一位青年来点吼，是状元吼。即摆要讲啊吼，大家有准备好啊无？哦，敢要困去啊咧？敢真正较疲劳咧？你昨昏3、4点仔困咧？敢会晓安尼啊？上惊困袂去尔啦。哦，咱若是咧有人倒咧困了好咧哦。好，你讲啊吼，请各位青年来听看卖吼。在伊咧作久为止哈，伊咧离咱中国足远嘅印度迄个所在哦，人咧捌有一个国家吼，讲发生了饥荒啦，饥荒知影吼，哇，再拢无产落啊，哇，一寡物件拢无法度种做，什么无收成，欠米人食伊，伊拢讲死足济人啊。哦，迄一个国王写落咧吼，就开始咧想啊，鱼卵哦，无啥收成，无人食哦，足济人会无钱哦。迄国王怎去想讲，足济老人啊，就拢袂做田啊，袂做事啊，无咧谈啊。我去歹心讲，将迄所有老人拐开啊。哦，讲伊真个来听安尼做讲对啊。你无想讲老人是以前拢做足辛苦、足忝吼，趁足济咧，互少年咧食，甲少年咧培养大汉，吼，才会当有做国王的机会。怎么无安尼想呢？结果吼，讲惹着上帝天地生气啦。天地一个生气讲来到迄个国王面前，甲出题目要考啦。天地讲掠2只蛇听好，2只蛇迄个国王交代伊讲10日内你一定爱甲我讲第一只是公的，第一只蛇是母的，若无一定要将你的国家灭掉。请问各位今日内底大家知影要用啥物方法？知影第一只蛇公的，第一只蛇母的无？大家想出来啊？想出来啊？哇！结果少年咧拢无法度，拢无想袂出来。国家是拢无够人，你拢唔免少年，咱拢是无想袂出来。结果有一个逃亡的老人啦，伊摸着迄个性命危险，伊既然是老人，咱国家咱咧统治拢咧掠，伊由于着要救这个国家呢，伊摸着这个互人掠去害的，互人管的危险冒险出来找国王讲，要帮助国王啦。请问各位这个内底，伊会用啥物方法？伊交代国王讲叫人摕一块布来，将这个2只蛇放到布顶悬，水观察水看，一只做物命，一只拢无啥影请问第一只是公的，第一只是母的？做影的公的啊，讲无啥影的母的啦。咱中国的思想讲男动女静啦，男用的公的动啦，女静安尼啦或者解一个问题啊即摆讲出第二个问题讲看
一只大枪啦吼，啊交代讲即个国王吼，赶紧将迄只大枪吼，看外东甲凊看卖。这年内底啊，你想看卖，你有迄凊仔会当凊大枪去啊，哈哈，凊仔就甲短短排去打打。所以这年内底上侪啊吼，想看要用啥物方法凊迄只大枪。哦，因迄国家迄少年迄拢毋知拢无法度，我是爱靠迄老人吼，老人安尼讲，老人讲吼，爱将迄只枪吼，啊，搁甲船啦吼，拢爱准备好吼，爱去迄个做种有水的所在吼，啊，即个枪吼爱落去迄个船内底哦，枪吼爱落去船内底哦哈，爱想办法啦吼，枪落去船内底哈。啊，即马吼爱注意哦，即个船仔内底有大枪，啊，即马拢稳定的时阵爱做记号哦，爱做记号啦，哦，我是要做一个记号做安尼，啊，请问即马内底用啥物方法？那我当瞄即个枪的动用，想看卖啊？哦，即马来就是讲爱放石头啦。放石头，哦，放足济是毋是？即个船仔会平出落啦？放足济石头的时阵，是毋是迄船仔会转平落啊？吼，哦，啊，即马掂了到，哦，拄好即条船的所在的时阵，啊停，啊，即马开始来切迄石头的搭，安尼就知影讲伊只枪偌搭，哦，安尼咱知影吼，哦，爱用个船仔嘞吼，安尼可能拢知影啦。切迄枪的方法就讲用即步的。第一个凊枪吼，啊，第二个用石头咧换，啊，换到迄条船的时阵，瞄迄石头就知影，就知影活动啊。啊，第三个题讲吼，讲啊，拿一支锤啊吼，拿一支棍啊，迄啥物插棍咯吼。啊，要请问国王讲，第一边是较接近枪头迄边，第一边是较接近枪尾迄边。啊，各位这个内底，啊，要用啥物方法来了解啊？哎，像迄个猪头皮迄一支迄做吼，伊落去个茶，迄茶锅啦，两边拢个平平，拢个平大支。啊，到底第一边是较伊个树仔树头迄边，啊，第二边是树尾迄边咧。哎，一个内底知影吼，拢会晓啦吼。用水啦吼，真巧。哦，即马叫人咧用水来，即马迄茶锅吼，咧甲放落。结果大家发现讲，较会掂落迄边是安怎？较会掂落迄边是安怎？较接近树头迄边较有重量啦吼，是毋是啊？年糕较济较有重量啦，哦，年糕较济较有分量啦，哦，较结实啦，较有重量啦。有理讲叫密度比较大，密度较大，密度就较大，哦。啊，另外咧较浮浮的边就是较接近树尾边较。年糕较少分量，较少的吼，啊就较轻。安尼天地吼，就感觉讲，但是三个地方拢有法度解决吼。即马搁想，即马就搁想办法，想看要安怎吼，要互即个少年的国王无法度通回答问题啦。后来吼，搁经过一阵仔时间吼，搁。去牵两只白米啊，哟，两只白米哦，外面看起来拢差不多哦，看袂出来哦。即马吼，天地就要考即个少年的国王讲，你敢有法度吼，马上甲分出第一只马是母的，第一只是伊生出来囝哦。两只白米外表看起来拢差不多，差不多。啊，要互新的国王分，看第一只是母的，第一只是伊生的囝。啊，像各位这个内底，要用啥物方法分即两只马哦？一只母的，一只一只伊的囝。想看卖啊！哦，大家这个内底地位足悬。哦，咱内部开始地位足悬啊。对，就是讲吼，老人就建议吼，
叫人去摕迄个草来啊，摕迄草嘛，啊草吼一捆尔啊马是人食哦，啊即摆草吼规捆的，捆断两只马头前，结果吼有一只马就先出来咯，用喙安尼甲来草安尼夹，叮当咧夹去互另外一只，请问一只是母的，一只是做老母的马啊，就是迄只叮当要用草要互另外一只迄只啦，迄就是母爱嘛吼，迄就是看出迄母爱吼，哦安尼，即马吼。经过即个死的问题，发现讲写袂迄拢无法度，啊！就敢若即个吼，老年人吼，虽然讲袂做事了，袂做啥物同人的工课袂讨谈啊，啊，毋过人有要智慧啊吼，有法度人要解决问题啊，救国家啊，免受着吼去互天地灭亡啊吼，因为只要着天地受气嘛吼，安尼是毋是新的国王应该足惭愧啊？少年的即个国王是毋是爱足见识啊，吼，敢若注重人的外貌啊，无咧注重人的无停迄种的智慧啊，吼，我听老人的话，就是讲因为人有智慧嘛，吼，有经验嘛，吼，较袂食鬼才敢情嘛，吼。应该讲经过即个考试了吼，少年人应该爱较尊重，尊敬着咧吼，即个老年人啦，吼，家有一老啦，如有一宝呢，吼。即个故事咱听了，讲了了。